前一次都係跟埋嚟喎，我係當。銀刺勇士，嗰個第二贏到北極之標，雖然話賺咗萬步速。留意下隻後腳咧。之標團結戰嚟，可能呢組已經夠贏㗎咯喎，即係夠入一席㗎咯喎。20倍㗎。啲場得隻三快啲嘅啫，佢有心殺埋你夠快嘅喎。隻三都未必同你搶嘅正常。三號留住啲都得㗎嘛。係咯，所以佢索得唔係難嘅喎，得即係幾危險嘅冷門嚟嘅呢隻啊，銀刺勇士。係後邊又係有啲拖喎，嗰隻左後腳咧跟唔到上去喎。驚唔驚佢跑得多咗就係？上次就同你講，可能有警號㗎啦，可能走得唔快。OK， 揀咗10號，哇，19倍銀刺勇士。其實上次就係輸咗咧，就跑快活谷嘅。之前快活谷起街連贏2場，但係近期咧3次反沙田，一個第3，一個第2，好似而家中意跑沙田多過快活谷喎。OK， 咁其實之前有個試閘，我見到試得好嘅，跑咗個第2，衝後衝好勁，所以揀咗10號。6號上次買咗暴風影，所以4串6買咗6同10。4倍。唔使陰啦，打劫啊！19倍，而家落到13，睇下跑成點。第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猛將冇難冇命啊！睇下銀刺勇士喺外邊點搶。銀刺勇士走上去啊，第5位咁啊有紫色衫暴風影啊，咁外邊咪隻綠茵明珠啦。上埋嚟大熱門6，上次試閘都見好㗎啦。係啦，跑2次上名新馬，一定要拖啦。OK， 2隻帶頭。牛精新星亦都一齊出埋去㗎，最後300厘米啦，銀刺勇士埋邊鬥緊外邊暴風影啊，中間位置有猛將輕追啲啦，外邊就綠茵明珠啦，埋邊位置仲有震撼人心啊，大外檔嗰邊咧仲有心紅紅啊，最後100厘米到啦，銀刺勇士依然係佔先。帶頭再加速，彈嚟啦。OK， 16。接近終點，銀刺勇士放到啦，跑第2名係暴風影啊，一放到底，咁呢場啊爭幾啲啊11倍啊，都係有幾冷，但係3號起步慢咗個邊啦，其實都輸咗啦。OK， 贏得輕鬆啦。咁你過唔到？唔好舉邊啊，會罰㗎。買呢場你點追佢啊？咁啊真係。OK， 繼續贏。10牌64。OK， 今日徐總請食飯，我負責俾貼士，就係俾咗10號 win pay。OK， 夠食夠使，恭喜埋佢攞個 JP。